抱歉。没事。上点药吧。啊，不用了，就是点小伤。我看你的伤口，伤得挺深的。没关系，我扛得住。给我，你给我，给我踢会儿。你不会，我会。可难了这个。圆儿，我这次出宫之事，你都收拾好了没有？都收拾好了，公主你就放心吧，我在你被子底下塞了可多东西了，他们都以为你在睡觉呢，所以呢，他们肯定不敢进去的。哎，腿长劲儿好啊！你给我数着。这个好，你给我过来。哎，你们别玩了。怎么了？天不道长都出去这么久了，还没回来，难道你们就不担心吗？我跟你说，你的担心都是多余的。我师父法力高强，什么事儿都没有。要不你就跟我们一起玩会儿来。来，你就知道你师父法力高强，难道你没听他说，他这次出去是有危险的吗？哎呀，公主，宫外那么大，来回都需要时间的，说不定他在回来的路上了呢。你就放心吧。但愿如此。这是我师父给我的药膏，你再多涂几次，伤口应该恢复得很快。我先走了。小蘑菇，哎，怎么样？师傅，你回来了。没想到乐平公主也在。乐平公主担心你一晚上，一大早上就来这儿等你了。多谢公主挂念，小道福大命大。天目道长严重了。其实我主要是想来看图的。对，师傅，那个图找到了吗？鱼儿，我说什么来着？只要师傅出马，一个顶俩。天目道长本事大，我们都是知道的。啊，你别说啊，真挺好看的哈。公主殿下，这图可有什么异样？好像是有点不对啊。此话怎讲？这仕女图，我小的时候跟父皇一起在南书房见过。虽然这一幅跟我小时候见过的画面是一样的，但是有一点很不同。哪儿不同？味道。味道。我父皇跟我说过，这幅画最大的特点就是涂有麝香，百年不散。没味儿啊。那公主的意思是说，这幅图是假的？恐怕是的。啊？那怎么办啊，师傅？小蘑菇，最近老糊涂那边可有什么状况？你别提老糊涂，他害我掉进臭水沟，害我吃西药拉肚子。你说他是不是诚心的？你看他表面哈哈的，心里边全是心眼。我跟你说，他坏着呢。我们云大人穿女装还是蛮好看的。
公主，图拿到手了吗？在天木童那里。你怎么不趁机夺图？我本来也想，但是根本没有下手的机会。你受伤了？是。你是怎么伤的？我跟天木童，我跟那个臭道士出宫找回了仕女图，在回宫的路上遇到了3个特别诡异的黑衣人，他们身手敏捷，擅长引术，根本摸不清他们的套路，所以交手之际，不慎就受伤了。怎么个诡异法？这群人使用的是东瀛忍术。东瀛忍术？哼，都是些跳梁小丑，我猜应该是六王请来的人。那我应该怎么办？这个你先不用管，只需要盯紧天木童，要在图交到太后之前，先拿到图。明白。出来吧。哼，有的时候真搞不懂你们这帮东瀛忍者，在本王面前还需要如此神出鬼没吗？六王有所不知，作为一名专业的忍者，就是要不走寻常路。废话真多，说吧，事情进展的怎么样了？天木童手里那幅图是假图。假图？如果他手里的是假图的话，真图应该还在那个人手上。哼，这老狐狸居然来了一招先发制人，把本王耍得团团转。那我们现在立刻给本王找出那个人。嗨！云大人又变回来了。我是来还药的。你先留着用吧。你是在咒我多受点伤？不是，我没有那个意思。你留着它有备无患吗？行了，我知道你不是那个意思。谢谢啊。仕女图呢？这回宫一路匆忙，我还没来得及看呢。你不用看了。不用看了，因为那仕女图是假的。假的？你怎么知道是假的？乐平公主说的呀，她说见过真的仕女图，真的图上应该有麝香之类的味道。你给乐平公主看过了？我一回来就看见她已经等了我很久了。哦，那就是那个范公公跟徐公公在骗我们了。哎呦，摔着了我！哎呀，说，仕女图在哪儿？不是在鬼市吗？哼，鬼市。鬼市那张图是假的。假的？小的不知道啊，大人，真的不知道啊。我们拿到的就是那幅。是啊，是啊，大人，我们就是有天大的胆子，也不敢骗云大人您呢。哎，要不是鬼市的那个掌柜的骗了你们？不可能，
那掌柜的，他是不可能骗我们的。看来只能严审才能得到答案了。饶命啊，大人！饶命啊，您大人！真的不知道啊，真的不知道啊，大人。我觉得他们确实不知道那幅仕女图是假的。怎么会？因为他们不敢得罪洪三爷。你想，洪三爷是什么人？72寨不容小视。应该没事了。那怎么办？我来问吧。大人饶命啊！大人，我们真的不知道，是手抠的抠鼻子，是手。我相信你们。道长，你又来了，我们这次是真的没有说谎。这次我真的相信你们。不过我有个问题。道长，请问，这仕女图这么重要一个物件，平日里它都放在南书房什么位置？有没有专人管制？仕女图一直放在暗格中，南书房的一切全部归李公公负责，我们只是个守门而已。对，李公公，这人吧特别纤细，就拿南书房的那些桌子、椅子、板子移动多少，他都知道。后来皇上出征走了，他也就不管了。这事儿按理说吧，要是搁以前，我们在南书房拿着那些东西，他一准儿知道。现在我们只是捡个空子而已。二位大人好，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？哼，也没什么，就是这案子结了，来告诉李公公一声，这个图找到了。哦，那就太好了。二位大人办案必是手到擒来呀。不过我们还有一件事儿想问问你。云指挥，您随便问。根据值班的2个小太监说，这图被盗的当晚，还有另外2拨人在抢这个图。现在这另外2拨人是谁，我们也不清楚。不过就想知道，这图为什么这么重要，连太后都那么紧张？那很可能是因为图的内容吧。图的内容？是啊，那图上所画的女子，可是已经仙逝的李妃，她生前可是皇上最宠爱的妃子。那这跟盗图的人有什么关系？至于这个，我就不清楚了。而且这仕女图丢的时间也有点蹊跷。你说这上个案子刚结，这个案子紧接着又来了。至于这个嘛，小的我每天都待在南书房，为皇帝打理着字画宝物的，的确不清楚宫里的案子。只是偶尔的听别人闲言碎语的说过。李公公，你说这仕女图，这么多人注意到它，这仕女图，难道是藏宝图吗？没听说过。现在我大明，要是真有了藏宝图，那可就太好了。现在我大明啊，正与瓦剌交战。若有宝藏相助啊，必能富国强兵，一举灭了瓦剌。那李公公，您可知道，这皇上对这仕女图重视程度如何？道长，图上所画女子可是李妃，您觉得？哎，我说你整天唉声叹气的干什么？算什么男人？云指挥，我说就这样吧。李公公他也不是外人，咱们就把事情给他说了呗。哎，天不同你。李公公他怎么说也是南书房的管事。那实不相瞒，李公公，我们取回来的那幅仕女图是假的。假的？对呀，我们取回来才知道那幅图是假的，所以才来问问您有什么线索。这个恐怕要让二位失望了。
那这样一来，我们还真得从头再来了。哼。好了，李公公，那我们就先行告辞了。您但凡有一点侍女图的消息，就请第一时间通知我们。好的，我一定在第一时间通知二位大人。哎，你觉得这事儿跟李公公有关系吗？有什么关系？刚才他所有的反应，还有所说的话，全都是恰到好处。这南书房的人读过书，脑子反应快很正常。不对，他的反应全是正确的，只是感情不对。这感情也有对错？他对我的每句试探，全都做出了正确的反应，但是我始终感觉不到他的喜怒、恐惧。所以说，感觉就像是彩排好了一样。但是我们现在一没证据，二没线索，眼下只能先把他监视起来，伺机而动了。师傅，那我再想想办法。师傅，云姑娘，接下来的事情就拜托你了。好，你放心。怎么了，小蘑菇？有什么事吗？没事儿。云大人，什么事儿？我想关心一下我师傅。你关心你师傅，你跟着我干嘛？你跟着他去。不是这两天你俩不在一起吗？我想问一下你们俩有没有那个什么事儿？什么事儿？有什么事儿跟你也没有关系啊。我就觉得你俩不对劲儿。你平时都和我师傅犟嘴，今天对我师傅特别好。我师傅那么单纯的一个人，恐怕是中了你什么奸计了。作为他徒弟的我，一定要替他担心。我告诉你啊，你别耍什么花招。我管你什么徒弟不徒弟，你别忘了，你只是个太监。不是，太监怎么了？太监也是有尊严的。你好，你看看你，男人头。你说什么？你赶紧给我滚！你有什么资格说我？滚！滚就滚！我滚！你说，这李公公这么晚不睡觉，他到底在干什么？你管呢？这上面让咱们盯着，咱们盯着就行了。咱们这不是一直都在盯着吗？这也没什么动静。哎，这苦差事怎么让咱给赶上？又去，真是懒人上莫使尿。
你们什么人？来人呐！师傅，我就知道是你，还好你来了，要不我就死在女魔头的手里了。他太恐怖了，师傅，太恐怖了，师傅。过来，让我好好看看你。小李，你就是神通广，他们说的那个神通广大的那个什么那个道士啊！哎呀，到这一看，哎呀妈，长得那个帅呀！哎呀，你就是那个，哎，你快让我看看，你是，哎呀，怎么着的？吐了，吐血吗？那这样就算，这样就算。不能有纸吗？哦，就这样。花瓣散开，掉落，风轻折断手，秋过，谁剪了黄绸？痴心的结太多，多情真难过，这